今次學校慶祝40週年，我帶領大家穿越時空返到過去睇下啦。與上主早預備，關愛愛小姐大地，憑着信，憑着愛，一磚一瓦手築起，窺探世間的奧秘，少年每天於心飛，情或雨仍伴你，點點憶記於此起。40季春雨，潤物花裝樹，飲着每一處桃李遍千餘，伴你手挽手抱緊初心前行，再度讓上帝克己律行，照亮人生，引導人生，唯願一生中主旨意先寫困，細心追探真理，用心思學問，化育悔到我通古達問，有如明燈照路長引，用基督的愛堅樹育人。世間的奧秘，少年每天於心飛，情或雨仍伴你，點點憶記於此起。40季春雨，潤物花裝。我係梁錦豪。喺1986年9月嘅時候，學校正式開學，讓我哋喺未來嘅40年裏邊，靠着主耶穌基督一路嘅不改變嘅帶領，以致我哋繼續辦學，繼續嚟到作育英才，以致到榮耀我哋在天上嘅父。我係盧鳳韶校長，我哋感謝天父上帝嘅帶領，喺校長同埋老師們努力耕耘，學校得以與時並進，可以提供更優質嘅教育。祝願學校校務蒸蒸日上，能夠培育更多嘅優秀人才，並廣傳福音，榮神益人。我係崔志強校長，今年2026年係學校40週年，期望大家都能夠成為基督徒，去愛別人，去愛呢個嘅社區。我更加喺度祝願神帶領老師同工承先啟後，開創新嘅校園景象，榮神益人。恭喜加密愛禮信小學40歲生日快樂！唔少校友喺長大成家立室之後，佢哋都好殷切咁樣送翻佢哋嘅子女翻嚟母校接受教育，呢一個就肯定咗我哋衷心嘅付出。祝願團隊繼續盡心教導學生，熱心傳揚福音，發揮校訓明道律己、宗主善群嘅精神，榮神益人。